几多年如西村农村的后生的家家村外种落实，乡下老人家从头青菜色无嘛营养，有个数目了唔得到主案。今年海口一个乡亲王坤生，路屯路卡人中钱400-800万来涨，自家路卡为300元。南北要开放本社区做温馨补给站，开办老人食堂，面当主要主本老人家食，照顾装备的空间。另阿妹则本学生的来做课后辅导。王坤生希望大帮安内社区乃如有温暖。今年海口乡也做整个的野火防护，是王人的老屋，是冰岛结合无人体40年。民间老主讲按3万大饼来野，去年王坤生讲到火防护人就暗头，爱400-800万元来涨。坦白厝的工人囤抢命，喺火防护人自家来用以外，其他的时间如果开放本社区来用。作为一个公益用的平台啊，可以让更多的人啊来使用，更多的人来享受这种他可能儿时呢居住的也是这一种三合院啊，他可能呢看到的时候会感觉特别的亲切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呢重新修复这个老房子的动机。为错火防护用嘅素材就是人用过的料诶，对2吨到门标到葱的强，如係王坤生罗姓费力以乃去烧来嘅 Q 型落去。这个块木薄板呢是从老房子日据时代的老房子呢拆下来的这个块木薄板，我们再去请工厂帮我们呢整个刨光。你可以从它的这个每一个直线从下面呢到顶，都是一条直线上去，就可以看到呢它的工呢是死于细致的。因为係 Q 料，青岛蔬菜還會請木匠師傅量好尺寸，會囤順康也都補起來。那買來就是對伊個成功高處人貼落來嘛，貼落伊也袂動，袂動伊貼落攏有空嘛，內袂拄好啊，袂下，袂下空就呈現出來啊，呈現出來你就是愛補啊，無補歹看啊。唔單止建材係 Q 嘅，就連厝架硬火，咪係多年嚟嘅老古董。木匠師傅睇嘅又脆又靠，一一檢查證過。這個車壁要平的啦，現在跑進去了，要把它後面要把它塞一塊東西，把它擋起來啊，不然車地跑進去了。王坤生還請來師傅團隊每人家嘅餅，做立體浮雕廢彩。佢優秀嘅表現出從其他人一年透天無窮用嘅風情，看起來怪新鮮。我自己站在這個院子我感覺我有壓迫感，因為我面對的是一個3層樓高的一個建築物，它的背面，所以我感覺我有壓迫感。那個時候我就想說，要怎麼樣把這個壓迫感給去除掉，那就想到說，來做一面牆，這個彩繪。所以這一面浮雕牆就是跟農村的生活也是相結合的，從這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天下中下人單單就洗澡，社區都會老人家角度。王坤生希望火防護整好嘅，會係社區嘅溫馨補給站，會開老人家嘅食堂，一年365日，當日就有煮好食，13人一餐50百元，不到自用。無錫嘅中下老人家沒有盤。我一直在享受這樣的午餐，那我是希望說，我們那邊就是能夠做6菜1湯1水果，然後讓更多的老人家呢因為他們小孩子都在外地工作的關係嘛所以我才想說，這樣讓大家呢一起共用午餐這樣比較熱鬧可以聊聊天。社區的老人實在非常的多，我們看到很多的是獨居的老人，或者是說只有夫妻2個，一個住在鄉下的地方，孩子幾乎都是外流，或者是說他們可能很簡單的在煮食，可能煮一餐吃一整天，那在營養上可能也不是很顧及，或者是說他們在購買食材的部分也不會去很注重一些均衡式的營養。那王大哥當初在
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好。做推主的王坤生其实冇乜嘅工作經驗，為到老人家有安全嘅米飯好食，同時未省錢。去年已將秋節假落成4天。就是要準備呢，我們這個老人食堂的部分，我們吃的米就是要不撒農藥自己種的米所以呢我是今年才第一次呢種了2塊田。文件部記者唔單止會判董祖傳本老人家食，還個會看顧成人呢，會為學生嘅做課後輔導。學童4點半下課之後呢家長可能還不在家那一段時間呢我們就可以讓學童呢在這邊呢完成他的學校的功課有一些志工呢來擔任的這個輔導的一個作用督促他們把功課完成，或者是學校的課業上有什麼問題，也可以呢請教。我們鄉村裡面的一些青壯年人口也都外流得很嚴重，所以孩子他們在本身家庭教育方面，當然就會比較缺乏，因為可能都是阿公阿媽在帶，所以在家裡面，他們所能接受到的這些教育訊息可能都不是很好，所以如果這邊可以來提供這樣的一個服務，那孩子們在放學以後，他們也有一個地方可以活動，可以有人來照顧他們的課業。既然文獻補給站愛人工未愛錢，王坤生愛請第位人來支付騰做工業，1年12000的元，做得許多種下老了，喺老屋六安部，江蘇種下為2千噸吃菜完了。王代书他这种发挥自己的爱心，然后在自己的能力范围然后号召更多人一起来响应我们公所觉得很感动，因为有一些部分包括未来的部分我们也会希望说辅导他们然后也能够从县政府那边能够有一些资源的挹注然后也希望让这个老人食堂能够长长久久走下去。田中下老人家見來見到，後生嘅單單隨意愛狀嘅時節，王坤生團隊野外嘅小愛，變做對中度嘅老人家嘅大愛，團自家嘅老母打造咗3期嘅文獻補給站，公屋貨公屋安全年代就會真好些。民間愛自家成立嘅工業平台，大家就忙等開種營運嘅建議。